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即马上时行的 AR、VR 佮有 AI 的技术，唔但会当互咱的生活愈利便，咱台湾的团队嘛准备要出国去参加电子艺术节，要用科技结合表演艺术，互世界看到无共款的台湾。 透过设备，侦测人的动作，加上 AI 及时运算来互动，传统的水墨画就变做科技艺术品。由台湾艺术家组成的团队，即阵就要出国参加奥地利林兹电子艺术节，以20件作品展现台湾科技艺术的能力。他们今年的主题是 Who owns the truth， 也就是谁拥有这个真相。近几年来，因为像人工智慧啦、大数据等等，我们有内容农场或者所谓的深度学习、Deepfake 等等这些技术，可以去以假乱真。像是我们这海峡两岸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关系，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冲击感受的特别深刻。真实到底可以怎么样子用科技去诠释？ 或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传递真实，这件事情。当咧表演的是台湾表演艺术家张义军，伊以身体表演配合影像投影，展现台湾山水的模样。时代设计系教授黄新坚讲，这摆团队要透过这种手段，让世界以各种角度来认捌台湾。不只是肢体的表演，其实他在跳的同时呢，他会把台湾的茶叶啦等等这些去泡一壶茶，感受台湾的时候，其实气味。 还有滋味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台湾人也相当骄傲，是代表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重点。台湾的不只是科技力量被看到，重要的事情是证明台湾有文化的力量。艺术节就要伫9月举办，伫台湾团队出国进前，伊也伫台北举办展览，互民众以 AR、VR 等等科技体验台湾的各款面向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